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9月15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中国一个姓王的查甫人，讲伊伫中国负债，想要来台湾生活。伊为中国浙江驶树林船来台湾，昨透早6点外，伫新北的南口互发现。发现即阵是甲财船受压禁见。海巡甲消防人员将树林船游进河边，将顶挂人插上花。 发现伊严重脱水，马上送医人道治疗。这中国籍的姓王查甫人，讲伫中国欠债，导致有掀挂机的树林船为浙江宁波驶向台湾。14透早伫南口烟花，互人发现。船长3.6公尺，经查没有人为疏失，海巡署正全面充实各项计划，已完成纲要审查。 海巡署表示，因为树林船无大，雷达航迹回收，拢无发现不明的航迹。了解动机了后，报车侦办。新北地方法院法官审问了后，认为被告姓王查甫人涉嫌入处国移民法第71条第1项无经许可入境犯罪，嫌疑重大有逃亡，故传向犯罪府有羁押必要，应该羁押或禁止甲其通信。发生陆客偷渡事件，难免会引发敏感的国安神经，而是不是背后有其他的目的或动机，相关国安单位也应该要好好的厘清。以这个距离呢，又是橡皮艇，如果它又没有一个可以指向的一个方式的话，其实是有蛮多可疑的地方，所以不排除是一个灰色地带的侵扰。陆委会强调，无鼓励用非法方式禁止咱的国境，主管机关会继续加强边境管理，来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海巡署是强调，要全面建立红花山这现象期、真监侦设备，佮充实无人机来建造新式南艇这计划。 中秋节要到啊，金门海面阁无平静。中国海警船为13驶至金门水域了后，14个有4只海警船接近限制水域，海巡人员马上反应调度4只顺风艇来驱离，也呼吁中国唔通阁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写啥物？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 有风声讲，国科会最近要调整永续发展、在防科技、空间科学这3个学类的发展方向，经费要抬减，这也引起学界超过500人联署抗议，要求政府要重视下领域的研究。再来看联合报，台铁产业工会亚康台铁董事长、总经理用指导办理台铁公司化转型的名义，申请记一期代工。 产业工会是批评这维修的预算、人力、各有员工的待遇拢无改善，高层应该爱记过才对。落尾来看《中国时报》，经济部当咧修法，伫咧2030年要缩按车辆的平均节油标准。这汽车平均节油1公升爱走27公里，奥多麦是60公里。希望政策施行了后，这电动车的出厂比例会来到3成以上。 台湾的证交所、主计总处和一寡银行的网站，拜五去互国际骇客攻击，拢总有45个单位受害。司法部表示，已经启动联防体系，会协助各机关加强治安的防护。 网页安装点就是拢无反应，国内部分公司部门的网站10日开始拢袂顶袂当，包含证交所、主计总署、调风金、中华银行这侪网站，拢传出无多连上网页的情况。原来这司法部也伫14对外来说明，讲确认这是来自亲俄罗斯骇客组织的攻击，而且到即阵也伫进行中。那当然，这个攻击不是只有针对台湾，它是针对刚讲美加还有欧盟的民主国家的一些关键基础建设。 那这个攻击的方式就是，它针对某一个网页或网站，开始用这些僵尸电脑送入大量的封包，来塞住这个网站的一些这个通讯的管道跟服务。 司法部讲，这个骇客组织对着国内发动分散式阻断服务，也就是 DDoS 攻击。以证交所网站来讲，10日就发现讲有大量来自国外 IP 对证交所全球资讯网发动大量无效的查询，造成资讯网服务无稳定。赶紧处理了后，恢复正常。不过，即阵影响范围也伫扩大，就连中华电信也佮有限制部也拢传出灾情。 根据司法部的统计，到14有45个单位的网站受到侵害。治安署讲已经启动联防的体系，来协助各机关加强这个治安的防护。主要是干扰对外服务的可及性，最主要的这种攻击就是影响机关的形象。
或者是企业的形象。那怎么做预防呢？我们是有在情资分享跟中央地方还有关键基础设施还有民间，我们都做这样子的宣传。专案署讲，军大多数已经恢复啊，不过有部分的机关也伫排解问题。由这款的攻击也伫继续进行中，除了掌握相关的证据，也协助机关加强防护应变，也甲国安单位协力各国，共同对应网络威胁，提出相关处理办法。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指出，去年底美国交予台湾一批已经无法度可用的军备用品，包括西高的防弹衫和过期的弹药。国防部表示，针对这个问题，台美双方全力处理。另外，昨有一场民间举办的灾害应变演练，副总统萧美琴嘛有出席。模仿建筑物现用发生不明原因的爆炸，民众赶紧走。民间包含医疗、消防车跨单位合作，赶紧启动应变的机制，救助大量的伤者。民间举办后盾行动日。灾害应变演练，来降低灾害发生时的伤亡。副总统萧美琴甲 AIT 处长高立言有出席。萧美琴提醒，灾难不在当时发生，要有先做好准备。我们大家都反对战争，我们更不希望因为气候变迁或者是其他人为的灾难，造成生命跟财产的损失。灾难还是会在我们无预期的时候找到我们。With our adversaries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using cyber attacks to disrupt ou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we need to redouble our collaboration to secure our networks. We also know that malign actors will spread disinformation during a crisis or a natural disaster to sow chaos and disorder. 高立言讲，美台关系关键是伫论性安全甲连结，未来继续来提升。萧美琴是强调，国际社会甲台湾徛斗阵，台美合作相关。美国总统拜登2023年7月，更加头一摆动用总统拨款的停书，提供台湾国防物资。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公布的报告指出，美方2023年底交付台湾不堪使用的军备，包含10弹4个的防弹衫加过期的弹药等。这些交运军援品项，它的状况已经由台美双方来共同检视处理。我甲大佬回应，未来对台湾相关作业拢会就这摆经验，已经采取行动改善流程。专家分析，这摆事件恐惊冲击美方对印太地区安全承诺的信任度，也呼吁政府爱借这个机会，要求美方赶紧交付对台团员的这个军事购买，来对美国施压，然后让美国赶紧把应该交付给台湾的武器装备。赶紧交回给台湾。国际关心台海局势，德国军舰13过22年经过台海，支持航行自由。不过中国也是一直对咱施加军事压力。咱国防部24小时内查到21架次强机、6架次强舰、1架公务船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17架次强机超越海峡中线，各军事严密监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欧洲国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因为高气压大条例，预估雨量会达到400毫米，恐惊会造成几十年来上严重的水灾。目前这4个国家已经把所有的文化活动拢取消。奥地利有气象记录以来史上上热8月才结束偌久，将预估有大水雨要来啊！保利斯气旋所带来真高的水汽，有了会予各地带来100到200外毫米的落雨。山区是已经落雪啊，造成交通受到阻碍。当局部署1000名士兵来戒备。也那隔壁的斯洛伐克、捷克也个波兰13是拢伫这个分雨带的范围内。有测刷来3天，捷克、波兰2个所在落雨量会达到400毫米，较低所在拢有传沙包，也有水库也拢下水啊，为上歹情况来做準備。Bohužel také musíme očekávat na některých tocích 50letou až 100letou nebo i více než 100letou vodu. 也那规上过东南亚地区的风台摩羯，总计1礼拜以来，伫缅甸、越南、寮国、泰国引发的大水也有崩山，造成将近300人死亡。干那缅甸有23万5千人因大水被逼来离开家园。曼德勒地区灾民是不是徛大枪，才有法度走到安全的所在？军政府则是真少看来向国外寻求援助。寮国首都英丁湄公河爆发板起，会发41位建筑物全部拢浸伫水内底，有的甚至是淹到厝顶。落雨会落到16，有了水位爱到17才降到正常的这个水位。
镜头转来到墨西哥的查尔科，遮有2000多户、7000多位民众。过去1个多月以来，街路、厝抑个商店全部浸伫水内底，水位上悬有160公分之深，而且也是甲污水系统的废水南斗阵，水真臭，阁真垃圾。当地学校因为饮水，然后2礼拜才开学。我伫个真旧的湖边较低地区的查尔科，一向有季节性大水的困扰。今年因为人口增加，甲基础建设破旧，问题是更加恶化。当局加派抽水车替民众来注射疫苗，也有提供饮用水，总共抽100万立方公尺积水，程度245万吨的烂土煤。伫顶礼拜六，甲受影响的28条街路进行大消毒。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再来关心国内金华城市案，前台北市都发局长黄景武拜五互带去问话，问7点外钟，落尾是以证人的身份转做被告，裁定500万交保。另外，民众党的支持者也相信郭文哲是清白的。民众党昨伫嘉义市宣讲，有超过300个人到现场。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说？较无4点钟，就共有到500万保证金，穿蓝色写字挂嘴暗的前台北市督法局长黄景武交保离开。面对提问拢无应，13尾仔以证人的身份，互人约谈，煞当场转被告，涉犯贪污的盗利罪，限制出境出海也较极大。但他接受到柯文哲的命令之后，他奉命行事，所以一样是图利哦。检察会认为，黄景武配合长官召开专家学者会议，替业者争取用这奖励是道理的帮助犯，建议移转5点证人换减刑。国民党议员张小平嘛认为，黄景武是专案督批的重要人物，只是伊嘛评估情势对郭文哲愈来愈不利。我觉得重点在查他的那个 UBS， 他那个虚拟货币这一块，这一块，所以我目前的形势对柯文哲，我觉得越来越不利了，看起来。郭文哲互人羁押，引起支持者的不满。这个司法无公平，听诉无证据。8日下晡，民众党伫嘉义市南顺宫举办座谈，超过300人到场挺郭文哲。他用他的意志力，在跟这个可怕的绿色恐怖在对抗。但我们每一次的聚集，我相信主席一定都会感受。前立委蔡碧如嘛出现，民众党不满郭文哲受到无公平的态度，按过金华城案的备案，今日还搁咧清查，北检也持续伫侦办，新事情也是继续伫追查。记者综合报道。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10月13日投票，新北市长侯友宜专工去收听。有媒体问讲，敢会请民众党的支持者当无同意罢免，做伙来对抗民进党的？谢国良表示，所有的市民，佮有无认同民进党执政的人，拢是因有票的对象。在新北市长侯友宜陪伴之下，到传统市场扫街，基隆市长谢国良受到闹热的欢迎。因为谢国良的罢免案，要伫10月13投票，侯友宜搁一摆到基隆力挺谢国良。对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因为金华城案件遭到升压，媒体关心谢国良是不是呼吁小草投无同意票，到底对抗民进党。所有的市民朋友，还有所有的不认同现在民进党的执政的朋友，我觉得目前来说都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我相信基隆人真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定支持我们努力做事的谢国良，继续调，继续做这个较好的心情。对郭文哲，谢国良强调尊重司法，也支持郭文哲用行动捍卫清白，也呼吁支持伊的市民用出来投无同意票，可以继续服务。按过听友团体是无共款的看法，因为有的小草因为无认同国民党批评郭文哲，反倒倒来支持罢免谢国良。国民党说，可能小草会因为要为柯文哲报仇，导致于挺梁。其实我们是展现相反意见的，我们是认为是有一批小草反而因为国民党最近攻击柯文哲力道，导致于他们决定来支持罢免的活动。事实上，为13开始，罢免案进入到头算1个月，听友团体就到基隆市政府头前夜牌仔宣传30条罢免谢国良的理由，14时启动宣传战车，伫基隆的大街小巷宣传，号召市民到底响应罢免行动。记者综合报道。
花莲玉里中正路有一间铁厝昨暝着火，隆重烧着7栋铁厝的徛架，加在无人掉伫内底。不过有一个消防员身体无爽快，送病院。我想那高温啊，我们又穿消防衣帽鞋它那个会过热，会热衰竭。所以我们那个自己同仁也要控制一下，假如真的不行的话，要自己主动撤出啊。那目前的情况怎么样？我目前送医院啊，应该状况还好啊。着火地点伫玉里的中正路，消防局暗时6点39分接到报案，因为现场有一间铁厝是5金行，有放油漆，所以这火是烧甲真紧真猛，拢总烧着7栋徛架超过200平，加在无人受伤，那着火原因要搁爱调查。苏花公路拜五暗上大雨，总德路段又搁放山封路。公路桥透暝抢修拜6已经恢复通车。另外，为着要振兴花莲的观光，观光署和花莲县府拢要增加旅游的补助。13半暝，苏花公路总德路段放弃，公路桥随做交通的管制来修理。公路桥修理到14透早3点完成双向通车。只是公路桥还是持续在整理边坡，还佫甲边仔的溪流疏浚。避免若佫落雨，去影响到铁路甲车路，互民众伫中秋的假期交通会当较顺。我们也是预防说有万一的状况，我们都还是持续有人员进驻在那边。苏花公路伫地动了后，山区的地质是真烂，便若落大雨，就可能会放弃。互民众对花莲的旅游是无啥信心。虽然观光署补助花莲一来再来1000块的补助，不过目前敢若执行1/3，按算10月可能会阁增加花莲自由行的补助，上济带一暝会当俗2500。遐若花莲县嘛家己另外增加补助，除了县面有3000块的进行消费券，游客去花莲消费有提供无彩的刺激观光消费方案，希望提升游客去花莲旅游的信心。你只要来花莲消费，每一天我们就抽出一张机票是台北到花莲或者是高雄到花莲的机票，每天抽，同时我们最后还会抽出一台特斯拉。当然是有好的那个方案，是对花莲观光是有比较好的信心。不过，也是有民众烦恼讲，往回花莲铁路公路的交通，便若落雨就会放弃，路就会断站。希望交通部会当想出更较好的办法，让苏花公路甲北回铁路的交通会当较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新竹高铁站附近有种170多丛的猪屎花，因为当年开花时拢有亲像猪屎臭味，这附近的居民拢感觉真无爽快。那这阵公所嘛已经决定会将这挂猪屎花隆重撤掉。新竹高铁站附近有真侪办公大楼、学校以及徛街，住伫附近的人因为树仔产生的臭味真怨叹。除了臭味，有的树仔因为树根生了伤过头粗，破坏到人行道的路面，民众经过这也惊跋倒。开花就是会有臭味来，就是说你走过人行道这样，就突然间有臭味，这样子会感觉不太舒服。刚开始的时候树小棵，没有这个味道。等到树大棵，一年一年大棵起来的话，这个味道出来的。每年3、4月开花的时候，有没有那花苞掉下来就很臭，就像那个猪大便的味道一样。专家讲，这款花季或者长叶平坡的树啊，其实不适合种伫人行道，应该种在跨坑的所在，因为这款树啊开出来的花会有亲像猪屎的臭味，所以又搁叫做猪屎花。这种植物它生长非常快速，所以它需要有很大的空间。所以像这种人行道一般来讲不适合栽培长叶品柏，它适合种在空旷的地方。那开花尤其会有像猪屎般的味道，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国人会觉得很受不了，所以又称它叫猪屎树、猪屎花。台北市公所表示，经过讨论，按算甲现场170多丛的猪屎花全部撤掉，再搁在人行道种6款的树啊。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花莲北港一年一届的五湖四海宴拜6起稿，要连续办4天的展览。这届邀请全国108工艺师用作品办桌，代替山珍海味，献艺给妈祖。对北港朝天宫出发，要来甲团圆嘛，请来五湖四海宴的会场。14载时，花莲北港举办一年一度五湖四海宴工艺展，108位工艺师要用因的作品来敬献给妈祖。今年都是阮朝天宫330档的这个建庙纪念，所以
阮嘛是特别有用这个方式吼，啊，多个2年，啊，多真侪老师会做这样的这个展览。木雕、真人、彩绘、摄影人啊等等各种无共的作品，计共108件。工艺师甲民众拢会当真近来欣赏这的作品。台湾工艺联名表示，透过5号书海工艺展这个平台，工艺师之间的交流，对传统工艺的传承有正大的帮助。会当互真侪工艺家会当互相去看到因真好的作品，吼，啊，嘛会当伫真内底互相去鼓励，吼，啊，互相来成长。哦，这对台湾工艺的发展是相当的重要。这都是越来越少见的东西，就还在看的，啊，互一寡后代囡仔会讲多接触，安尼。今年已经办第11档的5号书海宴，为9月14开始，要展览到9月17。展览的活动当中，配合工艺师有举办一寡体验课程，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和传统的工艺文化，会当用多元化的方式继续来传承。记者林慧婷，云林报道。台湾台语文化协会拜六办搭喙歌的活动，教大家安怎写笑詼趣味的剧本。现场有真侪台语老师专工来学，希望囡仔会当欢喜学台语。两个小朋友伫台顶咧搭喙鼓，搭喙鼓就是台语版本的讲相声。老师讲搭喙鼓学问足济，两个人爱有够斗胆，而且爱会晓讲。会晓唱，搁爱会晓演，上重要的是，搁爱有好的剧本。伊含咱华语讲的相声，足共款的，吼啊，两个人伫遐搭来搭去，吼啊，这个搭喙鼓吼，咱就爱笑开，啊，伊有当你会当用道具的啦，吼，啊是讲奥运啦。哦，这是台湾台语文化协会所举办的小招来搭喙鼓活动，现场有真侪国校啊、国中、高中的台语老师来学习，因希望学搭喙鼓，望甲新习笑詼的内容放入去教材，增加囡仔学台语的意愿。搭喙鼓呢，伊不哩好耍，所以我若用伫课程内底。囡仔会感觉讲，嘿，这课程真好耍诶。现场嘛，高中的学生来学，伊讲因为身躯边的同学拢袂晓讲台语，伊来学搭喙鼓，讲互朋友笑，望袂晓讲台语的朋友有一日嘛会想要学台语。我的朋友就是拢讲华语较济，有闲的时阵，还是讲拄好有机会，我就会甲我的朋友讲淡薄台湾的俗语啊，还是讲一寡笑詼。台语有8声调，安怎甲剧本写好道具有押韵，嘛是一种学问。老师表示，除了会当加入台湾俗语、特客话、四句联语歌，嘛会当加入一寡台语、华语的相关语，甲流行歌曲伫内面。除了会当互搭喙鼓对着时代，嘛创造一寡语言的共同性。记者陈阿雪、林祥凯特别报道。天气报你知，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中部地区24度到34度，南部地区24度到34度，东部地区25度到33度。外岛地区26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芝，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